再来看新北市林口一间幼儿园，有真侪家长曾出面指控讲，囡仔受到教保员的虐待。有民众不满，今仔透早1点外去幼儿园外口破油菜等鸡卵，警方嘛抓到3个嫌犯，移送法办。壁规个破甲红记记，银纸也甲满世界，现场还佫臭干干。老师坐伫透早到园个上班，看到这一幕，惊一个赶紧来报警。锁定涉案的对象。 积极查缉到案，他自己本身有小朋友啊，所以他也气愤。关键到场采证，教育相关的影像，伫几多点钟了后，有抓到3个涉案的男子。是因为看新闻太气愤吗？是因为不满幼儿园吗？31岁姓林的主嫌，伊伫个21分钟1点外，找2个朋友伫个新北市林口这间幼儿园。 去遐破菜搁等鸡卵，会来犯案。伊讲这甲27天的代志有牵连。他就把小朋友拖到墙角，一直拉扯。因为伫个事发的前1天，这间幼儿园去互真侪囡仔家长指控讲，有教保人员因来虐待儿童，对囡仔粗骹动地，就算讲家己的囡仔无伫个遮读册，毋过因看袂惯系老师的作为，所以才会来偷窥。 也若这间幼儿园除了讲有牵涉到不当的管教，确实是一直违规挑收学童。该幼儿园之前因为有超收幼生的一个状况呢，本府已经分别裁罚3万元以及6万元在案。那这一次呢，本局在此次查不当管教的一个案件过程当中呢，也查获该园呢有超收幼生的一个情形。从去年开始，幼儿园就因为挑收学生，2度去予新北教育局甲律令停招，分别裁罚。 即便接到不当的管教了后，再度到校园稽查，阁发现讲园方还阁偷偷咧招学童，第3摆加罚9万块，勒令伫个明年1月底进前，拢未当招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